后来继续来看台北市的大安分局甲信义分局，拢有员警涉嫌伫个派出所的便所按监控摄影机来偷翕。大安分局迄个顶个月底放收押，信义分局迄个2个月前已经离职，也毋过有女警来指控，讲迄2个员警拢是色情网站创意书房的会员，阁是偷翕的色龙。讲警界的高层明明拢知影，但是却一直到最近才下令要求外勤单位爱伫阴暗10点进前完成着反偷翕的检测，讲这动作根本就是慢半拍。它会有数字会有写的。替反偷翕的侦测器伫便所内底详细检查，便所内外详细检测。因为台北市大安甲信义分局传出员警涉嫌伫派出所内装监控的摄影机偷翕，台北市警察局长郑秀启命令所有的外勤单位完成检测。过去捌成功阻止负责人汇钱予诈骗集团，虽然员警甲同事欢喜翕相，看起来真鄙视，也毋过涉嫌偷翕的哪一个？这个是你女儿吗？对。请假这个姓郭的员警，捌甲设伫乌鸡上斗3工，带伊登去厝，各项表扬。两位员警分别伫无共的派出所偷翕，而且因拢是创意书房的会员。原来早在今年6月时，台中地检署追查创意书房的案件，约谈3位员警。姓郭员警杜洪沙村，伊是会员。10月初，中检发函请分局的督察组斗3工。10月底，检警提搜索票上门，伊嘛伫同工离职。姓黄的员警是早在7月就互同事掠到，伊说一直拢唔承认，9月人才离职。也毋过高层明明拢知影，所拖着要2个月，代志别坑了后，才命令今仔日暗时10点进前，爱完成反偷翕的检测。洪美讲欢迎上班。针孔镜头的一个侦测器，针对可能装设的地点来做一个侦测。台北市警察局第张说明，虽然因已经离职，也毋过照规定记2支大告免职，未当搁做警察，卖追究相关人员监督无够顶真的责任。都没有无线讯号存在的时候，我们会使用针孔镜头搜寻器。详细检测，各关电话方便查看。虽然拍表面幸好市民甲女警一个安全上便所的环境，也毋过防偷翕的受害者，恐惊是真歹消除心内的黑影。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